最近伫咧金门的海域是这黄鱼、五仔鱼的大产季，不过这中国的渔船是又搁开始过界掠鱼，甚至是逼我金门的海边敢若20公尺尔。对这昨暗开始，海巡都已经加强部署。也若是渔民是真烦恼，讲这中国渔船一直过界，会去影响到因探食，呼吁海巡都要积极捍卫因的渔权。也若是专家是建议讲，这两岸都要密切沟通，避免这渔权的冲突变作是政治事件。日夜已经暗暝暝的海上，煞有不明的渔船伫金门、烈屿、沙溪堡附近的海域挖进海边，民众一看发现有古怪。有没有看到大陆渔船快要上岸了，剩不到10公尺。后壁对海巡的船一路照灯，但声音对调调咧解约，原来是中国籍的渔船。跟着他们走，保持一定距离的。不过因为为想挖进海边，海巡真歹逼近执法。现在距岸0.2海里啊，那岸际有2艘大陆渔船，因为水深太浅，我们现在只能明离广播。2艘陆级快艇突破巡防艇防线，第12巡防区雷达发现后，立即通报本队加派近岸多功能艇 CP 洞311艇，配合线上100拐山艇进行取缔。了后，中国籍渔船随往漳州的方向走。海巡表示，除了规工拢派2架巡防艇伫小金门南岸甲北岸进行防堵，也加派近岸多功能艇来配合处理。渔民也烦恼，中国籍渔船一直过界，会威胁到生计。因为年关已经近了嘛，要呼吁我们的渔民同胞，这个如果在出海作业的时候，尽量不要靠近大陆渔船。那我也希望这个海巡单位能够加强取缔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两岸之间的这些，不管是从我们说司法互助，或是这种共同打击犯罪，这个窗口断的联系。如果说可以像恢复以前呢，两边执法单位他们的海警或是我们的海巡，事实上以前都是有联系窗口的，那这样子就不会让大陆这个非法的船就跑到我们的境内。专家呼吁讲，对无河地带的冲突，双边的政府要要求渔民自我克制，避免搁发生去年2月14沙帽渔船并船的事件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是说，如何让这个地方政府，也许是可以是一个角色。或者是透过民间的企业可以去进行相关的谈判，也是一个方式之一。专家表示，官方之外也只通靠海基会、海协会沟通甲协调。海巡署是重新强调，只要发现有过界的中国渔船，就加严来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